龍翔道位於九龍北部，由大窩坪附近嘅大埔道開始，連接牛池灣同埋彩虹嘅觀塘道同埋清水灣道，全長6.4公里。龍翔道大部分嘅路段都係3線雙程嘅分隔路，設有天橋段同埋地面段。龍翔道嘅限速大約係每小時50至70公里。龍翔道沿途設有多個重要嘅交匯處，包括大窩坪交匯處、獅子山隧道、大老山隧道、彩虹交匯處。龍翔道唔單止路面連接多個交匯處，亦都連接港鐵嘅觀塘線。黃大仙站至到彩虹站嘅一段設置喺龍翔道嘅地底，呢一啲嘅連接點為乘搭交通工具嘅乘客提供咗更多嘅選擇。除此之外，龍翔道亦都作為香港7號幹線嘅重要組成部分，連接葵涌至到將軍澳。龍翔道見證咗九龍北部半個世紀以嚟嘅城市發展同埋交通變革。自1960年代起，龍翔道唔單止成為連接九龍東西嘅交通動脈，更加承載住好多個社區基建工程、政策演變嘅歷史印記。1960年，港英政府為咗配合九龍東西兩地嘅工業同埋物流發展，特別係連接觀塘工業區至到葵涌嘅貨櫃碼頭，決定喺九龍群山嘅山腰起一條新嘅路，避開已經高度發展嘅市區。呢條嘅新路原本叫做九龍山陸道或者係九龍山麥公路，其後亦都被命名做龍翔道。設計嘅工程由英國嘅史葛威爾遜公司負責，金門有限公司承建。1960年，龍翔道正式喺政府嘅憲報上面刊憲命名。1年之後，大埔道至到沙田坳道嘅一段首先通車。龍翔道由大窩坪直達黃大仙，初期淨係單線雙程嘅行車。隨住獅子山隧道喺1961年開始起，呢一段嘅路段亦都逐步咁擴建成為雙線雙程。1973年，由牛池灣彩虹村嘅虎山道，經鑽石山圓嶺同埋大磡村至到沙田坳道嘅新段龍翔道正式通車，大致形成咗今日嘅龍翔道。為咗進一步提升行車嘅效率，政府喺1982年將沙田坳道同埋龍翔道嘅交界永久封閉，將沙田坳道分割為2段。1994年，路政署展開咗大規模嘅改善工程，將原本嘅雙線雙程龍翔道擴闊成3線雙程，並新起咗連接大埔道至到龍翔道嘅行車天橋。呢一個工程喺1998年完工，大幅咁提升咗龍翔道嘅承載能力同埋行車流量。去到2000年代，龍翔道同埋呈祥道東行線多數嘅路段仲係以水泥鋪設，路面邊坡甚至被稱為汽車避震器殺手。路政署已經計劃咗喺九龍繞道通車之後分階段封閉龍翔道，進行全線嘅瀝青重鋪工程。2016年，地政總署正式將1998年完工嘅大埔道交匯處至到龍翔道嘅天橋命名做龍悅道。2017年，原本屬虎山道，而家錦雲樓巴士站嘅一小段南行路亦都被併入龍翔道。龍翔道由1960年代規劃起好以嚟，由山腰嘅小路逐漸咁發展成現代化嘅3線幹道，唔單止連接九龍多個重要嘅地方，更加將地鐵、隧道、巴士嘅交通網絡緊緊咁樣配合。隨住未來全線鋪設瀝青同埋道路嘅設施升級，龍翔道將會繼續發揮佢聯繫九龍東西、促進城市發展嘅重要角色，成為香港現代交通發展史上一條不可或缺嘅主幹道。